2025年動力啟航香港青年內地實習計劃正式啟動，為咗進一步加深香港青年對國家發展，特別係粵港澳大灣區嘅了解，強化青年嘅國民身份認同，同埋促進兩地青年人才交流。喺香港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嘅指導，特區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和青年發展委員會嘅全力支持，同埋香港各大院校嘅認同同信任底下，我哋大灣區青年新動力同埋惠州新動力自2014年起持續舉辦實習活動，組織香港嘅大學生去到內地唔同嘅城市進行工作實習同埋體驗生活，透過新動力呢個平台去認識祖國、了解祖國。我哋嘅計劃從粵港澳大灣區延伸至京津冀樞紐，喺廣州、深圳、佛山、珠海、惠州、天津呢6個城市，為香港青年搭建實習網絡。我哋嘅計劃聚集咗醫護、教育、金融商業、體育、新媒體、科技、藝術文化、法律等唔同嘅專業，覆蓋範圍涵蓋10多個專業，為來自唔同專業嘅青年搭建平台，幫助佢哋快速成長，累積寶貴嘅經驗之餘，可以開拓職場嘅人脈。回顧2024年，我哋一共組織咗200多名香港嘅大學生參加，佢哋分別去咗唔同嘅企業進行實習，吸取寶貴嘅工作經驗，了解到唔同行業嘅發展。喺實習過程中，亦都分享咗各自交流嘅心得。人才互相流通嘅話，其實會有助翻呢個整體嚟講中國嘅一個發展啦。而且都好多謝呢個特區政府有俾到呢個機會，即係唔同嘅香港年青人去親身去了解粵港澳大灣區一個整體嘅一個發展啦，同埋未來嘅一個趨勢嘅。咁我覺得其實整體嚟講，對我哋香港年輕人嘅發展都有一定嘅幫助。今次嘅實習其實對於我未來嘅教書，其實係一個好寶貴一個經驗，去幫助日後喺呢個老師呢個職業去繼續去向前行咁樣，都係幫到我去了解多咗一啲關於大灣區嘅一啲資訊。最好嘅方法就係你自己親身去到內地去體驗，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機會。揀呢個計劃嘅原因係因為自己本身對呢個銀行業有啲興趣啦，見到惠州新動力有咁好嘅機會，我就嚟參加。係因為想豐富自己嘅履歷，為將來嘅求職做好更好嘅準備啦，所以我就參加咗今次嘅團，希望更加親身咁體驗下惠州嘅真實生活。我覺得喺呢個實習團最大嘅得着就係可以擴闊到我哋嘅社交圈子，想尋找到適合自己嘅崗位。希望各位同學投入咁參與呢個實習團同埋官方舉辦嘅活動，可以好好咁體驗當地嘅生活。希望大家踴躍參與呢個實習團啦。我哋新動力咧喺過往10年咧都不斷有搞唔同嘅交流團啦，同埋實習團。除咗上班時間以外啦，週末咧我哋會帶佢去睇下當地嘅一啲景點，咁可能包括咗一啲歷史文化嘅嘢啦。亦有機會帶佢哋去睇一啲基建。咁國家而家嘅基建發展好偉大，都係一啲香港嘅年輕人比較能夠少接觸嘅嘢。好有幸啦，新動力咧可以得到民青局嘅支持，讓更加多嘅年輕人咧可以體驗到今次嘅實習旅程。今年我哋再接再厲，全年將舉辦12項實習活動，組織超過300名香港嘅青年到祖國唔同嘅城市進行實習工作。希望同學通過實實在在嘅實習，促進兩地青年嘅交流、交往、交心，瞄準未來就業嘅機遇，找到人生嘅方向，為國家高質量發展注入全新嘅動力。